雷霆嘅針對性改變已經足夠多。西決第一場，馬刺雙加時擊敗雷霆，大比分領先1-0。第一場為系列賽定基調非常重要，輸嘅一方就要調整陷入被動。雷霆好重視，謝倫威廉士復出以完全體呈現，而馬刺啱啱打完西半決第6場，又係客場，賽前正選控衛霍斯宣布傷缺，此消彼長，雷霆本來應該係佔據優勢嘅一方。主教練戴諾特應該係睇完晒之前打木狼嘅成個系列賽，得出結論其實都係咁。雲班夜馬在場嘅時候攻唔入3秒區，但馬刺都會喺防守端保護雲班，咁佢喺底線嘅時候就會面對一個外線球員，呢個球員要射入改變雲班嘅企位，只要呢一步成功，其他再算。卡路素就係呢個人，好明顯佢有備而嚟，佢已經射出咗職業生涯季後賽新高嘅31分，3分波係14中8。雷霆全隊只係命中17個3分波，佢佔咗將近一半。呢度我哋就唔刺激湖人球迷啦。理論上雷霆嘅戰略目標已經達成，但依然冇辦法贏到。雲班嘅企位係變咗，但好輕微，向前踏一步，冇真正要去外線封蓋，只係離遠咁樣舉手跳已經足夠影響。除非卡路素仲可以射得入，雲班可能再向前一小步。雲班嘅影響令到卡路素創咗新高，仲令到雷霆嘅攻勢留喺3分線外。佢哋試過突分再突分，仲係冇辦法將雲班調離，試過強則吸引雲班轉移到另外一側。但馬刺主教練米奇莊信似乎早就估到，夏巴亦都執行得好，7次搶斷創咗馬刺季後賽單場個人搶斷紀錄，當中多數就係弱側底線嘅轉移球俾佢斷落嚟嘅。為咗要加快球嘅轉移，對雲班嘅吸引力、外線投射嘅能力，雷霆係被迫減少咗夏頓士甸嘅上場時間，用多咗米曹同華萊士。但係佢哋一上，馬刺嘅夏巴、華素爾同昌柏尼呢就可以大打細，特別係針對1.91米嘅米曹。第一場對雷霆嚟講好重要，因為準備充分，又打雙加時，長輪換嘅雷霆體能同板凳深度都有優勢。最後呢一場打咗58分鐘嘅比賽，馬刺只係用咗7.5人輪換，雲班打咗49分鐘，攞41分、24板、3助3封。雷霆用咗卡路素、多特、賀格倫等人去單防，仲有包夾、搶籃板，甚至係4搶1都唔成功。雷霆嘅針對性改變已經足夠多，而家又兜翻去西部半決賽第5場後嘅問題。如果證明咗雲班係防唔到嘅，咁馬刺嘅其他人呢？對雲班防守端消耗就好，關鍵係進攻端。雷霆仲有賀格倫，佢係為數唔多可以喺進攻端嗰度做到雲班犯規嘅球員。嚟緊第2場，雷霆對雲班唔可以避，要去衝。亞歷山大從罰球線射中距離開始，賀格倫同夏頓士甸籃底等候，仲有惡漢角色都係時候登場啦。